Hi，歡迎嚟到 Utopia。你會留意到房入邊裝咗一部智能面板暖氣機，佢可以令你住得舒服嘅，同時幫手減少能源浪費同埋碳排放。同一般暖氣機唔同，你呢部 Utopia 智能面板暖氣機運作得好聰明。當你出咗去嗰陣，佢會避免唔必要嘅加熱，返到屋企就會即刻運作，仲可以幫成棟建築運行得更有效率。咁樣代表你喺屋企嗰陣間房會好暖，而你唔喺度嗰陣就會用少啲能源。用法非常簡單，當你想暖過嗰陣，可以喺1或者2小時嘅加強模式，再設定你想要嘅溫度，剩低嘅就交俾部暖氣機搞掂。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只可以用裝好佢嗰部 Utopia 暖氣機，請唔好帶入或者插上額外嘅暖氣機，包括暖風機或者手提式暖爐。呢啲設備同系統唔兼容，會造成嚴重嘅火警風險，仲可能會令電力供應負荷過重。請保持牆上嘅暖氣機電源一直開住。如果你要出街或者離開幾日，請用面板控制咗熄機，而唔係喺牆上面插頭。如果發現有咩唔妥，請即刻上報。你嘅場地經理會隨時幫手，而且可以好快解決問題。為咗達到最好效果，請保持暖氣機周圍清空，同埋唔好喺開住窗嘅時候開暖氣。想了解更多或者需要支援，請瀏覽 Utopia 住戶網頁，或者同你嘅場地團隊聯絡。呢啲小小嘅舉動，對你嘅舒適度、你住咗建築，以至成個地球都有好大嘅幫助。